好的，他查兰给呢，谁是嗯，当给给，呃，各告诉位我给你透过的，网络准备的来参加这次说啊，课程的俺家的殊胜的生给，僧团，也就学了个是么，僧众们，说了呀，啊、尊妈，嗯，尼众们，还有所真的有的啥子，怎么选的？在家信众们，问候大家身体好，身体健康。他的呢，今天告诉爸爸的，呃，今天我们要接着课程那么我是，准备继续下的，的告诉爸爸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春季称那么我魔们的课程。我准备的继续的呀，的啥不是的说，这装个不先别给，这次春季课程我们使用的科判这个西夏主的是，要依照的是宗喀巴大师的的啥不是的，注解里的科判，是的，主要是下的土。所以在第二个部分云何修净，那分为了8个部分。第一个现供，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那么现在今天我们接着要讲的是观世如佛，或者说叫视世如佛。那视世如佛这个部分，还可以再分为2个部分，一个是正义，就主要的内容；第二个是遮止对上师、影子等不恭敬。那么今天我想这2个部分都讲一下。另外呢，我们上堂课之前也提到过《大乘庄严经论》，弥勒菩萨说呢，透过恭敬、供养、承事，还有修行之道来亲近，或者说来侍奉善知识。如果将这句话结合在《十世法五十颂》里面，主要指的就是透过恭敬的方式前面这一段主要是以这个献供的方式，那现在这里要讲的是以恭敬的方式亲近上师。那么，所以这里这一段世事如佛，它主要的颂文是哪一个部分呢？就是投影出来的。如是求法者，具戒忍功德，不虚诳于师，当获金刚智。或者说是故弟子应具足悲舍戒忍诸功德，规范是与金刚持不应观为有别义。那这里我们标示的这是第22个颂文哦。那虽然有一些计算的方法不同，但这里我们现在讲到第22个。现在投影出来的呢就是这个颂文的，它有梵文版嘛，所以每一个词对应一下梵文，那么藏文跟中文。那么中文这里我们主要用的是宋朝的译师日称译师他的翻译。那么英文呢，主要是我们的 Campbell Chapel 他所翻译的。那首先，我想简单先说一下这个颂文它的大意是什么。所以第一句是说，是故弟子应具足，或者说如是求法者。那首先呢，头2个句子，如是求法者，具戒忍功德，主要这里谈到了是弟子应该具备的3种特质。那首先第一个是悲心哦，日称的翻译里面没有悲这个字哦。总之，第一个是弟子应该天性自然的对众生有这种大悲心，具有利他之心。第二个是说，哦、舍，那么就是说对财物执着比较少，然后很乐于布施，尤其能够向上师供养，也能够广泛的说向下而施予这些贫困的人等等。那么再一个呢，叫做戒，那这是说能够如法的手持
遮止伤害他人的别解脱戒，还有实践这种利益他人的菩萨戒，还有呢如理的守护根本和之分的三密耶戒跟律仪。所以简单来说，一般来讲哦，就说希求佛的果位，尤其是希望能够在今生成就佛果的人呢，就必须具备这些特质，还有功德哦。所以这也是说悲心舍布施，还有戒这些功德。只是说弟子哦需要具备这样的功德，所以这样的弟子在依止上师的话呢，才能够符合法道，才会修持，才会有希望的。而这当中最重要的一步是什么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弟子永远不要认为哦，佛陀和上师有所不同，而要观想上师他就是真正的佛陀或本尊。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宗喀巴大师的注解哦，怎么讲说这一段的。那宗喀巴大师说，由于上师是作为积累资粮的这个福田，所以跟一切诸佛平等。那么因此呢，殊胜的这个弟子们不应该将金刚轨范师与金刚总持视为不同，视为有别。换句话说，应当坚信上师就是金刚持。而且殊胜的弟子这里是指具足大乘根本的这个悲心，同时呢，要具备舍弃对身体受用还有善行的这种自我的执着，能够将一切回向众生的这个布施也要具备。再一个是要具备清净持守所受戒律的这个戒行，这是持戒哦。再来最后一个是还有面对众生的各种错误的行为还有你在面对修行的艰难时，能够不生退转心、不生厌倦的这种忍辱等等功德。另外呢，关于宗喀巴大师这里提到事实如佛的教法针对这个部分，宗喀巴大师还引用了很多部序典的这个校正，比如说吉祥密集序的第17品的内容，还有圣乐金刚序第15品，还有像金刚心庄严序第14品，还有金刚空行序的第32品，还有像四座序等等这些多处经文来说明这一段事实如佛的意义。但如果我们要引述所有上面提到的典籍，时间是不够用的，所以我想主要引述一些重要的经典依据。首先，我们看到宗喀巴大师他所引用的密序大多似乎都是这个无上序、无上瑜伽密序的典籍。除此之外呢，像金刚手灌顶序，这一部是属于下部密序中的行序。那这部序跟这个大日经一起都被视为是行序中的两部很主要的这个密序。那么就在这部金刚手灌顶序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事实如佛的经文。那这金刚手灌顶序中说，若问弟子应该如何看待密教的上师，则应如同看待佛陀世尊一样。那有这样的一段大意来说是这样。所以这一段很清楚地说明了，就是这个弟子应该要视金刚上师为真实的佛陀的修持方法。那这部序它不是无上瑜伽序，刚刚讲过，
它主要是密序中形序的部分。就是藏传佛教中判教这样这部序典呢，主要判定为形序的典籍。换句话说，就是序典当中不只是无上序，很重视上师，说要视上师如佛，所以这里连下部密序形序的金刚手灌顶序也是这么说的，所以特别提出来。那另外呢，我想就讲一下宗喀巴大师他所引用的密续经文。那下面我想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刚刚提到过密集序第17品但这里投影出是它里面的内容。那这里大意是说，提到弥勒菩萨，然后他礼敬佛陀之后祈请，他就说：世尊薄伽梵一切如来生于金刚密集灌顶之上时，一切如来及一切菩萨应如何看待？所以这里提到说，给予金刚密集灌顶的上师，但是宗喀巴大师解释说，这也代表其他序部的这个灌顶。总之呢，这里就弥勒菩萨就请问说，我们要一切如来跟一切菩萨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位给予了金刚密集，这个密集灌顶的上师？那么接着世尊就怎么说呢？他说：善男子，一切如来及诸菩萨因视之如金刚菩提心。为何如此？因为上师与菩提心平等，二者是无二无别的。那这里有一个词叫金刚菩提心，它主要是金刚持，就一般也翻金刚总持的一个译名。另外呢，在一部兹鲁巴印度的大成就者，他对于这个密集金刚序的一个解释当中也说，所谓的无二无别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从金刚菩提心法身中升起圆满报身。而在尚未证得见道不退转位时，也就换句话说，就是他还没有真正见到这样三身合一的，真实见到他是三身合一的上师时呢，佛陀呢就安住在上师之身，为众生净除各种业障。这句话这段的意思是说，在像现在，还没有办法直接见到佛陀的时候呢，诸佛就会安住于金刚上师之身，然后来行持利益众生等等各种的事业。那么，要视上师与佛无二无别的必要性，对于这个部分，在贤迪巴就是保生极境，也是在密集叙事中有提到，主要是为了对金刚持跟上师升起同等信心，而且能够巩固自身为金刚持的这个佛曼，或者说就是一种自尊金刚持，我就是金刚持的自尊。尤其以及呢，为了减少辛劳累积资粮而能够迅速成就。不仅如此呢，在这个金刚藏序
第15品中也提到过。那么宗喀巴大师这里所引用的，跟我从这个甘珠尔当中直接去找这个原文的时候，发现用词上有一点不同，所以我两个都把它投影出来。所以这里从这颂文是：彼及金刚萨埵者，现为上师之形象，为利一切有情故，示现平凡之形体。意思是一样的，就两个文字上线不同。这一段话主要的意思是说，金刚持为了利益众生而变现为平凡的凡夫相，示现为谁呢？就是上师的形象。有这样的一段话。接下来我想谈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一般来说呢，单凭只是说是上师或阿舍离就有这样的身份，并不能确定他就是佛。譬如例如在知识宝藏当中，在论述阿舍离的分类时，就有提到说，总的分类为凡夫、菩萨、化身、圆满等等4种的阶段。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看自身的阶段来医治就是说，当自己尚处于这种凡夫的阶段的时候，主要医治的是凡夫阿舍离；当自己的障碍稍有进化时医治的是初地菩萨；当自己的障碍大部分已经消除时，医治的是大地菩萨；当自己已经进入到资粮道的阶段时呢，善知识就是佛的化身。最后，当自己达到大地阶段时呢，就能够医治这种具备圆满报身的善知识，圆满报身的善知识。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定论，因为就算我们的业力还没有清净，仍有可能会受到佛菩萨化身的一个摄受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是因为自己是凡夫我们就或者某人是凡夫就断定他的善知识也是凡夫。那大乘的善知识就像上面提到有4种，知识宝藏中说的。同样呢，其实密续中也可以类似的将善知识分为凡夫跟圣者。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密续的上师并非必定要是佛，也没有说如果是凡夫就不能给予灌顶，我不能够作为上师。虽然在密续当中讲了很多上师的许多条件，但是都没有说一定要证得圣地，就是登地，或者说必须是佛。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上师是凡夫也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讲回来，无论说上师他实际上是不是真正的佛，重点是我们弟子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对上师怀有这种无量的信心，还有极大的这种静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弟子的具备信心跟静观的角度来看将上师视为佛这样一般的信心就非常的重要。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其中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许多上师在外表上看起来像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的就是一个凡夫，但实际上呢，他们可能是佛菩萨的化身。例如说，据说马尔巴大医师他就是普贤菩萨，或者说他是这个东比黑鲁嘎的化身。就很多这样的例子，就很多时候上师看起来他真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但其实呢，他们是佛菩萨的化身。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寺院里面，举例来说，隆德寺好了，大家也都知道隆德寺。譬如说，我们不可能说我没有办法
准确的说，这个断定的说，龙德寺是里面没有任何佛菩萨的化身。我们学了那么多的这个正因这种因明辩论，那正因这是我们必须更要懂得如何正确的观察的。我们当然可能没有办法指得出来谁是，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断定说是没有这个佛菩萨在某个僧团里面的。还有我们其实在许多大成就者的传记当中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像是很多大师都已经获得最高的成就，但是呢，他为了利益众生，他视线甚至比平凡人还更低下的这些视线，像是萨拉哈大师，他就视线为这个妓女的这个仆人。还有像是蒂洛巴大师，他也视线为这个渔夫，很多时候他吃这个捕鱼，还吃着生鱼这样吃。所以我们不能够透过外表说他就是一个凡夫的样子，我们就说他不是佛菩萨的化身，我们不能够这么说。另外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很多古代智者上师的口传或者他们所说的这些教言，譬如说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传说，就是说阿舍离功德光阿舍离在撰写这个根本律经的时候，是佛陀进入了他的身体，但是呢，当他在撰写自事的时候，佛陀并没有加持进入。因此，据说他甚至未能真正透彻理解这个根本律经，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它的真实意义。但无论如何，实际上还是可以说根本律经就是佛语因为它进入他的身体而写出来的。就像是这个例子，即使说上师他本身不是真正的佛，但是他透过给予我们灌顶、讲法呀，还有指示修行的方法等等各种方式，引导我们脱离轮回。从这样的事业功德的角度来看，他就像是佛陀一样了。而且呢，就像前面我们说过，就像是太阳光没有办法直接让这个草烧起来，但是如果中间隔了一个放大镜的时候，就比较有可能。这是我们之前课程中有说过的。换句话说，就是所有佛的事业都是透过了上师来引导我们的。所以这就有一点点像这个我们说神灵附体在人的身上一样，就即使说上师他不是佛，但对我们来说，他也就是如同佛陀一样。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现在福报是浅薄的，所以真正的佛他也不会亲自来给予我们这个灌顶。我们没有这样子的福报，或者说这样子的功德。这即使真的是佛陀拿着这个宝瓶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我们根本无法经验到，也没有福报能够真正的看到，也没有办法听到，没有办法真的见到它。所以我们呢，总的来说，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比上师更殊胜或者不同的形象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无论是好是坏对我们来说，那位引导我们走向解脱之道的那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佛。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比这样的人引领我们解脱的这位上师更殊胜或不同的形象，我们是见不到的。所以呢，正是考虑到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像我们就看到米觉多杰第八世法王在大手印折要的10万颂里面就提到说，那么所谓的具德根本上师，那这里的根本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第一或最殊胜的上师，这是最殊胜的上师。所以这就是根本上师的那个根本的意思，就是第一跟最殊胜。那为什么会称为根本或者说第一最殊胜呢？是因为这位上师他呢是第一位或者说最初在我的心中心相续中心绪中种下善根种子的那个人，而且是这样的善种子能够稳固的这位上师。所以对于我们凡夫而言那么上师的智慧、慈悲还有能力，它超过了虚空中一切上师跟三宝的总集。换句话说，就算现在虚空中有无量的上师三宝，但是也没有办法像现在这位指引我们、带领我们的上师，可以说利益到我们。就像接着法王米觉多杰就说，因为从无始轮回直到现在，虽然有这么多的上师还有三宝佛菩萨存在，但都没有办法跟我结下善缘。而这位呢具德的上师，他能够跟我结上了法缘，所以他比遍满虚空的一切上师还有三宝是更为殊胜超凡的。所以虽然从功德方面来说，上师可能不等同于佛，但是对我们来说，他的恩德还有能力是超过一切佛的。所以就像有这么一句话说，功德与诸佛同等，恩德是超过一切佛的。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他诸佛菩萨或者上师都没有办法将我们安置在解脱道上，直到现在我们还在轮回中流转，但现在我们能够得到解脱道的这种引导，最主要就是依靠我们的金刚上师或根本上师的恩德。所以过去的一些祖师就说过一句话，高达拜上师说，凡夫上师就像饥渴的时候给予我们食物财富的人，这是凡夫上师。那圣者上师是什么呢？是如同在饱足时在给予我们食物一样。所以我们饿的时候呢，那当然这个时候是我们最感恩的，因为最饿的时候拿到这些东西嘛。所以凡夫上师就像如同饥饿是给予食物财富的。我们可能都是这个饿得快死了，穷得快死的时候，那这时候给予我们一碗饭的人，或者说我们冷快冻死的时候给予我们这个衣服的人，那这就是凡夫上师的意思。那至于所谓的圣者上师，那我们能够见到圣者的上师的话，就代表我们也到了一种境界了嘛，修行也有一定的程度了。那这是后面那一句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句高当派祖师们要说的就是凡夫上师的恩德是更大的。还有我们就算是世间，我们在这种有道德的传统中，我们也会说对于我们最有恩德的是谁？就像我们的养育我们的父母或者说老师是最有恩的。然后我们会对于他们非常的这个尊敬的。同样的，如果能在一生一世中引导我们这个证得佛果的上师，
如果说他不是佛的话，那么你在他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的佛了。所以这里就说我们要有视上师如佛，这是很重要的。同样呢，在法王米居多杰的这个第八世法王他七心无二的引导文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总之，虽然上师是凡夫，但当他为这个弟子进行灌顶等等这些法事的时候呢，然后接着这里说，一切佛陀亲自或借由化现，以金刚三密有，然后进入该上师的身语意。所以当弟子在这样子的灌顶的仪式上，他比如说供养也好，或者直接接受灌顶的时候，这就是诸佛的法性哦。所以在那一刻，上师就是真正的佛。如果说不经有这位上师，那么其他的佛也没有办法为我们这种可以说履行佛陀的事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师的恩德超过佛陀。所以这是法王密居多杰的这样一段话。在之后呢，他还引用了经典跟序典，还有很多印度论点的这种权威的一些教言来说明。对于具足了这样功德的上师，那么我们不仅仅是要视他如真的佛，或仅仅说认为他是等同于佛，而且我们甚至要视他为超胜诸佛，是更为殊胜的。所以同样针对这样的观念，在米居多杰在这个百段教言中也有提到，他说基于这个原因，当对上师升起信心并且祈请的时候，就是说，他说，当对上师升起信心，还有向他祈请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信心跟祈请都能获得共与不共成就的加持。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方米觉多就接着说着，只有当我们具备确信，什么样的确信？就是说，除了我们所祈请的上师外，没有佛陀比他更殊胜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共与不共的成就的加持。所以并不是所有一般的信心或祈请都能得到加持的。只有当我们真的确信除了这一位我们祈请的上师之外，没有任何佛陀比他更殊胜，并且深信这位上师具有无与伦比的功德跟事业，如此具备这样的确信，而且自己也精通一切法要，以身语意全力学习上师的行为与传记，尽可能的效仿他的这样的弟子，才可能获得上师的加持。总的来说就是无论上师实际上是普通人、佛陀、化身佛，还是是这个主骨，还是其他身份，最重要的是这位上师呢，具备上师的特质，就是能够在你心中引发你的信心，让你升起菩提心，是以这样一位具备无限恩德的上师，他赐予灌顶、口传跟教法。就像冈波巴大师在一个教法中说，若能认为现今时代的这位上师就是真实的金刚持佛，并对他具有信心跟恭敬，就会获得加持，在心中升起正悟。米觉多杰在他的百段引导文中还有这么一段话，他说：那么现在我们将上师视为佛陀，观想他为金刚持等等，虽然我们心意上是这么有点增上，就是这样子去想着，但是从上师自身来看，他仍是这么一位受着生老病死所束缚的，而且受冷热饥渴各种的苦的一个人，而且当事情不如愿的时候，
还会发出各种悲叹啊、各种哀嚎等等。所以，是否他真的能够成为金刚持呢？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当我们说观想上师为金刚持，他应该就是没有生老病死了，他也不会冷，不会热，不会生活中不会遭遇到各种的痛苦，他也不会不如意的时候在那边哀叹叹气。但是从上师自身来看，的确，我们的上师还是会生老病死啊，还有各种这些痛苦啊。所以有的人可能就会想，他是否真的能够成为金刚持呢？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世尊曾经说，弥支多杰就说，世尊曾说，500末劫之时，我将以上师之身住世，应当思为他就是我，然后对他升起恭敬。所以就像这句话所说，弥支多杰法王弥支多杰说，虽然在我们的表象上看来，上师是一个普通人，但是金刚持本尊已经进入到他的身语意，接受我们的弟子们的供养，并赐予成就。所以没有比取悦侍奉这样的上师更大的善业了。大家都这就觉得哇，大多呢，大家送不了，说不大家忙不去送都，大家常么学那东西了哇。半段教言中说了很那么多，马天空了呀，大很多那么啥的，总之呢，气象这人都没都，呃，呃，我们都有面了嘛，在那大依止上师之前呢，很重要的就是要那么啥的肯定很就得了。好好的观察跟做那么检验，电视没接触，这位上电视师有没有具备这样的特质。马电把的工地不下的，某个吧，地主钱没中了。但是呢，在已经依止这了呀，上师那个忙活之后，的是得送都。如果又是因为看到一些仅看到他的些微的过失，就不信任他、诽谤或者不恭敬了，这是绝对不能做的。那么点不大，所以噶当派的祖师们就说过这么一段话：点点名的话，当我们上次给不是点点滴滴钱的就去个吧，我到顶上尝试给不是就是啥呢？我讨论尝试给不呀啥呢？嘎嘎那就哪个其实钱那样没几讲这段之前，那么我主要是我到那么点吧，尝试给不能行钱的，是吧？现在很多时候，那么就点，大个样呃，子都是啊，就舍弃一位上都师，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舍弃上师哦。就像现在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变得非常的不稳定，就像是伴侣之间也好，夫妻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啊，这不无法生活下去，就换一位，就舍弃他，换一位。所以总之类似是这样，噶当派上师他那时候就说，他说，如果你这样子舍弃，随便舍弃一位上师的话，你就等于舍弃了一切的上师。如果你对于好的上师，你从他的头发、指甲以上等等，你都视为是恭敬供养之处，这样殊胜的对境的话，这时候同样，如果你对一位稍微差一点的上师不恭敬的话，那么即使你对好的上师有信心跟恭敬，也不会得到加持，所以要十分的谨慎。所以就像我们上一堂课中有谈到吧，就是说，如果你已经违背了三昧耶戒，就是你舍弃了上师的话那么你其他任何的修行都不会有很多的进展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种加持是很重要的，尤其密续主要是以加持为道的。所以冈波巴大师在他的教法中就有提到，经称经主要是以比量为道，密是以加持为道，大手印呢是以限量为道。所以呢，在密续金刚乘里面，这个加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加持流传到我们，给予我们，那这个源头是什么呢？就是上师。可以说，上师是一切加持的这个源头。所以，当我们对于上师升起信心，向上我们升起信心跟敬意，那最主要这个对象就是上师。然后向我们下传这个加持的呢，也是上师。
虽然说没有上师，或许也可能得得到这个加持，但是如果与上师的之间的这个三昧耶戒如果已经破损了，或者说违背了上师的教戒，或者说扰乱上师的心意，跟上师不合，如果还说这样子之后还能得到加持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如果我们要获得佛陀和本尊的加持，就必须要依靠上师。所以如果说我们要依靠上师获得佛陀和本尊的加持，首先就必须对上师升起亲近的信心。所以总之呢，如果没有信心，这个加持是不会升起的，就像你失去了一个这种连结是一样的。所以据说呢，过去有位噶当派的上师哦，当时就有一位弟子请求他，请你加上师加持我。这时候上师反而合掌对他说：“首先请你对我升起信心。”所以有这样一段故事。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希望从我身上得到加持的话，那请你先要升起信心。而且呢，我们说，像我们的信心越大的时候呢，加持也就是越大的。就像冈波巴大师在言教中是流传在我们噶举派里面最常说的一段话，就是说，对上师最上等的敬信，将获得最上等的加持，还有最上等的禅修。如果具有的是中等的敬信、恭敬跟信心，那则有中等的禅修和中等的加持；最下的敬信，则有最下的加持和最下的禅修。那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从弟子方面如果要举一个对上师信心重要的例子，那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段故事，它是有关于法王噶玛巴德信谢巴的弟子，他叫做楚布蒋央切木。第八世法王呢，将米居多这张楚布蒋央呢，说他是赞扬他是雪域中的4大庄严之一总之呢，这个故事是出自贤者喜宴的。总之呢，当时有一位大义师叫苏难屌措，他想到康区，他主要是想到康区这个募捐，但由于在那边呢，有很多噶玛巴的信徒，所以他就想说，好，如果要到那边募款化缘，要在那边为他们的信众说法，那么我就需要噶玛巴的教法传承，所以呢，他就想说去见一下这个楚布蒋央清末，所以他就去了这个楚布。所以当时呢，这位楚布蒋央呢，他就起身，然后走了几步，然后去迎接他。当时有这种传统是要这样走几步迎接对方，然后再来还要回礼嘛，就是因为这位大义师向楚布蒋央，然后礼敬了，他也回礼了楚布蒋央大师也回礼，然后双手合十回礼，而且呢还安排是同等高的这个座位，然后宴请他吃饭。但是呢，楚布蒋央完全不传法给他。但是每天呢，还是有很多这个法坛，就是会讨论佛法。当时呢，苏难屌措就觉得说，这一位楚布蒋央阡陌，他实在是应该太有智慧了，他根本无法衡量说他到底他的智慧有多深多广。所以就是在这每一天的这些法坛佛法的谈话当中呢，这个苏难屌措他的这种傲慢就慢慢平息下来了，然后他就真的知道
他完全没有办法测度这位上师。总之就这样过了1个月。总之有一天晚上呢，他就想他在那个想，他说为什么这位上师呢，他是对我很尊敬，也很礼遇，很客气，但是他却完全不传法给我呢？后来这时候他突然领悟到，如果要如法聆听佛法，那这如法是很重要的，但我并不如法，因为我太傲慢了，我的很高傲，见解是很高傲的，而且呢，我对于法的态度不是出于信心，而只是想要寻求财富，我把这种佛法当成寻求财富的一个工具。所以他那时候就反省自己，我没有这种真正如法听闻佛法的这种信心，而且呢，自己对于善知识、对于上师也没有升起佛陀的想法，只是觉得说他就是不是世间的朋友甚至是就是一般法友，或者说一般凡夫，对于对方这位上师只是一个普通人的一个想法。所以总之他就反省到我不是一个佛法的法器所以想到这里呢，他就难过的就流泪了。所以之后呢，他就真的升起了将这个降阳千摩视他为佛的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很猛烈的祈请。结果第2天的早上呢，他就比别人更早的，他结果就被邀请过去了，被降阳千摩邀请去。这一次呢，就跟之前都不一样了。这时候呢，上师降阳千摩他是坐在这个法座上，然后这位义师他来的时候呢，上师他没有起身，也不回礼，他只是呢用手给予他这个加持。之前的话呢是头跟头碰头的这种互相的一种回礼嘛，但这一次呢，他只是用手给他加持，然后呢，他就指着还前面铺的一个坐垫，就跟他说：“请你坐在那里。”而且接着说，降阳千摩就对他说：“这才是真的、正确的求法的一个方式。”说完之后呢，他就马上为他教授这个甚深内义，然后透过6边4礼等等，总之就是遵循这种序部的传统总之为他讲解这个甚深内义。所以当时呢，这个松当暁措这位义师就写下了笔记。那这部叫内义的这个解释甚深内义的解释，比后来所有的释论跟这个解释是更殊胜的。所以总之他当时呢，就因为很认真聆听了这样的修持的指导，他升起了非凡的信心，有这样一段记载。所以这段故事主要讲到就是信心的重要性。再一个故事呢，是谈到说越有信心它是越有利益的。这个故事呢是有关这个帕木主巴的故事，他也叫帕朱多杰嘎波。他有一位道友，一位法友，叫做格西祥松豆巴。他们最开始是道友的关系，但是后来呢，就是后来他成为帕木主巴最资深的这个弟子之一也就是他最早的一位弟子之一。所以当时呢，这个冈波巴大师非常出名，所以帕木主巴当时就想前往这个冈波来亲近。所以当时葛西祥就说，如果您想要去冈波呢，现在就要动身我也想跟着你去向冈波巴大师顶礼。
所以当时他们是这个道友的情况嘛，所以他们就一起去。当时这个格西祥是比较富有的，所以他就带着很多供养跟食物等等这些贡品，就到了冈波。当时冈波巴大师呢身体有一点微恙啊，不适，所以40多天呢都没有接见他们。而在这段期间呢，他们两位呢有位上师，希望祈求回向他这个身体康复，所以修建了一座佛塔，而且还亲自的这个搬运这些泥土，等等。所以后来呢，冈波巴大师稍微康复了，那就请他们两位呢来会见。所以泡沫竹巴跟他的这位道友就是葛西祥松托巴一起去，但这时候泡沫竹巴他心想，哎呀，冈波巴大师应该不会传法给我的，因为呢我没有贡品。那他也觉得很惭愧，他说没有供养可能会妨碍到接受这个教法，所以他就跟那个格西说，格西想说，我们还不如分别去求法，可能比较好吧，也就是不要障碍到你也受连累，有这样的意思。但格西呢，格西想那没有特别回应他，但总之他们就一起去见了。所以他们就还是一起就拜见了冈波巴大师，所以格西祥呢就献上了一个，总之就供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松石玉，是一个玉吧，一个松石，一个玉。顺便的呢，他也替这个泡沫竹巴呢献上了一个这个好像锦缎类的东西就供养，因为泡沫竹巴也没有东西可以供养嘛，所以格西祥就顺带的替泡沫竹巴也献上了一个这个锦缎绸缎作为供养，然后接着就喝茶，所以在茶会上茶席上的时候呢，他们也就互相在开始交谈。所以当时泡沫竹巴心中还是很担心上师会不会不传法给我，所以贡波巴大师也洞察这个泡沫竹巴的心思哦，他就说明天早上呢你们过来，然后我可以同时给予你们传法。那这时候呢，冈波巴的侍者在为泡沫竹巴跟格西祥他们两个人呢，就会献上一些上师剩的这些食物。当时泡沫竹巴就心想，哇，这些侍者真是慈悲啊，很感恩他们，就很高兴哦，能够接受到这一些东西，上师用过的东西。所以总之，就是泡沫竹巴当时见到冈波巴大师的时候，心中是非常非常喜悦的，甚至觉得自己很多的观念就已经改变了。接着两个人就再返回他们的住处吧。就返回的路途中呢，泡沫竹巴他就问这个格西祥哦，他就说：今天呢，就是你如何看待上师？就今天你见到冈波巴大师的时候，你觉得他怎么样？那格西祥就回答说呢，我看到了一位博学、直戒精严，还有心性善良的一个人。泡沫竹巴说，我没看到这样的，我看到上师他实际上就是佛。那么泡沫竹巴总之回到他住的地方了，他心中还是一直想着能不能够快一点，明天再拜见到上师。所以他整夜都在想，这个天到底什么时候亮啊？他整夜都在这样子想，所以他大概也没睡好。所以总之第二天一大早，那
泡沫主巴呢，他就起来了，然后他也对格西想说：“赶快起床啦，这个，赶快起床，因为昨天呢，这个上师说，冈波巴大师说，要我们早上一早就过去，所以他就叫格西祥说：你赶快起来。那格西祥就回答说，他觉得，哎，这个于杰士哦，有点什么问题。这些侍者哦，也不就是连进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大概就是他会这么说，就是因为昨天不是侍者把吃剩的东西给他吗？他就说，哎，这个于杰世代有点问题。他的侍者呢，都既然把污秽的东西给出来，剩下的那些东西给出来。但泡沫主巴就回答，就说呢，那是因为他们有大的慈悲心嘛。所以总之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泡沫主巴呢就后来还是去，总之有这么一段故事哦，就是可西想跟着泡沫主巴哦去见冈波巴大师。由于这些上面谈到这些因缘，后来呢，泡沫主巴的事业如同虚空一般广大，而格西祥呢，他就只是泡沫主巴的这个弟子，就是也是他的资深弟子之一哦，而且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事业的这种记载。另外还有一个例子哦，就是说，刚开始可能只有中等的信心，但是随着修行的进步、修正的增长，信心会越来越强的。比如说，根据噶举派的一个传统说，当认识心性的时候，那时候就会见到上师是真的佛。这个故事哦，就是当时冈波巴大师哦对尊者密勒日巴，一开始就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信心，但是呢，当他要离开密勒日巴的时候，密勒日巴对他说：“将来你会升起跟现在不同的证悟，那个时候呢，你会对我这个老人哦，升起这种真佛的这种确信。”所以后来真的冈波巴大师就在乌卡这个等等地方修行，然后当时呢，当他真的认识心性了，那时候他也升起了一个这种想法，他说：“哦，这就是上师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修行。”而且呢，他也真的体会到、领悟到说，弥勒日巴尊者是真的就是法身佛。以前我只觉得他就是一个修行者，一个大成就者，但是他实际上就是法身佛。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当你证悟心性的时候，你就真的更将上师视为佛。还有在清史当中呢，也有一段关于果仓巴大师的一个传记，里面有一段记载说，他说呢，有一次呢，我在想，我的上师藏巴嘎瑞是十地菩萨，但是呢，我立刻就自责，所以果仓巴大师他就讲说，他自责什么呢？他说，我竟然呢把这样一位为我指引心性为佛的上师视为十地菩萨而已，怎么可以这个样子？所以他越想在自责，在自己很深刻的反省。所以总之呢，他就接着他写说，从那之后，我从来没有失去了将上师视为佛陀的这样子的认知。所以你可以看到，果仓巴大师他
他认为把上师视为实地菩萨，都还不是真正最究竟的、最虔诚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别想说有把上师想成实地菩萨了，很多时候甚至只是把他还在，就连觉得他到底具不具德，搞不好都不一定100%的相信哦。就以前坚刚我大师也说过，他把自己我们这些恶业深重的人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能够把上师视为一个人，就已经不错了。还好没有把上师看成像狗、看像驴子一样。所以就像坚阿瓦大师说的，你可以看到果桑巴大师这里的这一段故事，就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要想将上师视为是一位具德上师，有这样的想法升起，都已经很难得。那么这里我们说要将上师视为佛陀，那我们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怎么样才能够升起这个视上师如佛的这种信心？如何升起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静观和这样子真正的一种恭敬呢？对于这一点，我想分享一点我个人的看法。首先是曾经我看到一段记载，就是种敦巴他曾经向阿底峡尊者说道，禀告说，这个西藏虽然有很多修行人，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获得了殊胜的功德。这个尊者听完回答他说，大乘一切功德无论大小，都依靠上师而生，而你们西藏人呢，只将上师视为一个平凡人、普通人，怎么可能升起功德？同样，很多历代的祖师也教导说，如果对于上师没有恭敬心，加持就不会升起。因此必须要恭敬上师，更应升起视上师如佛的认知。所以就像前面说，因为如果我们将上师视为佛，就会得到佛的加持；如果将上师视为菩萨，就会得到菩萨的加持。所以同样，如果将上师视为普通人，那也就不会得到什么样大的加持。那一般来说，很多的经证跟理证都有提到，都可以证明上师如佛，或者上师就是佛陀。但我觉得，如果没有升起信心我们列举再多的这些理由，也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思考一下，当我们说上师与佛相似这一段话的时候，这里所指的佛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通常我们每个人心中比如说对于什么是最好的人，或者什么是最正确的最佳的行为，或者说没有过失，具备一切功德，到底这些是什么意思？每个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的要求很少，但是有些人的要求呢，可能就非常的复杂。这只是说对于一般的人什么是最好的人、最佳行为，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判断。那特别是当我们在谈到佛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很深切的、很高的这种敬意，甚至呢会觉得他超越了人类这像是神奇是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谈到视上师如佛，这里的谈论到佛陀的时候，我们几乎就像觉得像神话般的存在，不会觉得他像是人一样。所以当我们说上师跟佛相似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期望上师就像是拉萨的那个觉沃佛一样那样子行走，那样子站立，或者像那样子，或者像他是一个天神而降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回到现实面，就是我们根据一般的认知是佛陀是谁呢？他是在2500年前实际在印度出现的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所以他生于这个母亲的这个子宫中，当然也有说他是从这个母亲的右胁而生出来的，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母亲的，母亲诞生了他的。而且呢，他诞生之后，他也需要学习，从头学习文字，他要吃东西，他也要如厕，也要晚上要睡觉，而且呢，他也会生病，同时他也会变老，他最后也入灭了。他也是用不敬的话说，他也是会死的。总之呢，他是一位能够感受苦乐的这样一个人。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当时印度的时候，他外表看起来他就是一个人，但是他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成佛了，或者说他达到了觉悟。所以什么是成佛呢？那成佛呢，不是说突然间他成佛了，他就长出了这个3头6臂，或者说有的人说他会长出第3只眼，就是在这个额头眉间他会出现第3只眼，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成佛不是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成佛是什么呢？是说领悟了一切法的本质，而且他获得了究竟的快乐，他知道如何能获得究竟的快乐等等，而且他也得到了这样子究竟的快乐，而且能够无误的正确的将这个得到快乐的方法这条道路教导他人。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主要就是因为他内在的修行境界达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水准，所以他被称为是佛陀，而不是说他成佛就变成了非人，或者说成为了神，不是的。所以最主要的是他内在的品质发生了改变，但外在的形象还是人类的样子的，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只是凭外表形象，我们很难区分一个人是否真的是佛陀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说未来有一天科学家制造出一种时间机器，然后让我们可以回到过去，然后我们回到了佛陀那个时代，然后到了那个时代，到了那个地方，然后我们要去找佛陀嘛。但是我们不透过任何人介绍就只是凭你自己的能力去找寻那个有在菩提树下成佛那个佛陀。如果我们这样去找，我们找得到吗？我们到了那样的地方，要去四处去看去找，找得到谁是佛陀吗？我觉得恐怕很难找得到他。就算是找到了，也很可能根本没有就碰到了他了，但也可能很难认出他就是佛陀。不仅仅原因是说我谁都没见过佛陀嘛，所以你可能会说，对啊，我就算看到他，可能也不知道他是佛陀。不仅仅是这样子而已。我觉得最主要可能的原因是，我们之所以佛陀站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知道他是佛，是因为他的外貌跟普通人可能是相似的，所以即使见到了他，我们也很难相信，因为我们的心中呢想的是佛陀应该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心中对佛陀的想象跟真正的佛陀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我们总是在找的那个头上会放光的那个人。
상 아주 삼류 난그 상계 대라 상계我们 听 버루라 해봐 전부 쇼트 유비 인도상 아주 남자 이치고 말所以我 예상도 觉得我们 마세 很 내가 难 피디 真的认 야라게 出谁是佛 신기 陀， 동네 곰 기압 而且 되는 再加上 대비 哦， 케바르 当时在印度修行的人是非常多的，所有人都在树下修行，都在树下禅修， 상계 잡은 된데 파다 所以 상계 잡은 된데 你要真的 뭐 辨认 나도 出 그렇게 谁才是真正的佛陀， 수하고 应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근데 깔라 가버려 something 근데 인도산에 니엘이야 아주 상계 샤게토버도디 所以我觉得啊，世上是如佛这件事之前哦，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佛陀，就是要先了解释迦牟尼佛这样的佛陀，他就是跟人的形象显现的一个人物，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这次谈了这么多上师是佛的这个道理。一般来说，善知识或者说上师，它不是指外表那样子，是怎么样视现的一个人，最主要是那些能够为我们宣说亲近佛法，引导我们提升心灵的人。所以说，佛陀它不是由外在的形象来界定的，而是应该从内在的修行这种品质来理解的。尤其是我们说佛陀珍宝、佛陀佛宝啊，它最主要的就是目的就是引领众生，告诉我们无误的道路是什么。所以我们会称释迦牟尼佛称他是我佛导师嘛。所以同样的，就像是这样的说法，如果说有一位上师，那当然前提他是一位真正具德的上师，他就能够像佛陀一样指引我们无误的道路。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样的一位具德的上师，真实的上师，他就在履行佛陀导师的事业。尤其如果我们依止的这位上师呢，他具有这个正统的这个传承，那么换句话说，他所传授下来的法是从释迦牟尼佛一脉相传下来的，然后而且呢，透过很多圣者的修持，然后逐渐传到了这位上师。所以我们跟随这样一位上师勤法学法，就跟随过去所有的佛陀上师在他们面前求法是没有差别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哦，如果说所有为弟子宣说亲近佛法的善知识都如同佛陀，这样的说法就并不夸张，而且呢也不会违背道理的，而且这是可以说符合实际的情况。因此呢，总之我们要知道，我们不是根据外在平凡的形象来定义善知识，而是应该将那些为我们宣说佛法、引导我们的人视为善知识。同样，佛陀也不是用外在形象来定义的。而不仅如此，我们看到经典中说，金刚持佛陀就曾经说过，他在未来世的时候、着世的时候，他会以上师的形象出现。那虽然呢，我实现了涅槃，但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真正的涅槃。因此呢，当你们追随我的教法的时候，我就会成为你们的上师。然后根据你们的根器宣说佛法，所以不要气馁，就不要觉得说佛陀已经不在了，就失去了亲闻佛法的机会了。所以这在很多佛经中，佛陀当时的预言跟教诫中都提到的。还有呢，很多人会觉得世上是如佛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只是密宗的说法？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在一般的佛教或共通称当中，也都有这样的说法。譬如说，在律经当中就提到说，与上师共处时，应视戒师如佛陀，应恭敬，迅速起立，迅速行动，尊重，请教等等。同样的，在十法经中也有提到说，大意是说，如此远离身语意的恶习后，对戒师升起视如佛陀的观念。还有另外一部经叫《一切福德三摩地大乘经》哦。总之，这样一部经也提到说，对上师应该断除傲慢，以顺从心侍奉上师，应升起恭敬、珍惜、爱护之心；对法应升起如药的观念，等等等等。所以，总之呢，我们要视上师和善知识呢，等同佛陀或者如同佛陀般的尊敬哦。所以上面引了很多经典来说，所以不仅仅是密宗的说法。所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带领我们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哦，是需要坚定的一种信念的，这非常重要。那我们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因为譬如说像释迦牟尼佛，他住世80多年，当时很多弟子依止他，然后得到了成就，证得了圣果。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并不信任他，也不重视他，甚至是完全不想理他，也有很多人是这样的。尤其像是这个他的这个堂弟哦，就是提婆达多，他对佛陀还升起了这种嫉妒，还有这个嗔恨哦，甚至说记载说他有几次试图要谋害这个佛陀。所以，就算是圆满的佛陀，也有想要跟他建立关系的人，甚至有想要跟他建立了不良关系的不好的关系的人，善缘恶缘，总之或者完全不想跟他建立任何关系的不同的人。所以，仅仅是佛陀在不在我们面前，也不代表能升起信心哦。所以更不可能说保证佛陀在我们前面的话，我们就一定获得解脱。这里要说的就是自己内心的信心和信任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仅说佛陀和导师要存在要找到这样的老师很重要，但是有时候更重要的是自己的信心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那这里我想讲一个故事哦。那很久很久以前有2个人呢，计划要去这个择日这样的圣山去朝拜，这是噶举派很重要的一个圣地。那么当时呢，大概是邻居吧，就有一位老妇人就听到了他们2个人要去朝拜圣山，就问他们说：你们真的是要去这个择日圣山吗？他们就回答说：是啊，是的，我们要去。那这老妇人听完就很高兴，她说：那太好了，我的愿望能够实现了。但因为那个路途遥远嘛，所以这个老妇人也给了他们就这个稻粮就是1袋的这个糌粑，还有1袋这个炒青稞所以他就说呢，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们所以就给你们一点吃的，但希望你们呢从那边呢带回一个小的石头回来，作为我可以这个祈请的一个
依靠一个凭借。老妇人就说：“因为我听说择日圣山就是圣乐金刚的坛城哦，所以如果你们带回那里的一个小石头，那我的人生就太有意义了。”他们两人听完也就答应啊，一定的，好的，我们会带回来。但是呢，他们就绕山绕山绕山，就回来，他们根本忘了这件事，所以他们就从圣山回来的那一天呢，所以总之他们就远远看到了，诶，哎，那个老妇人就站在这个屋顶上，还在这个眺望。那时候他们看到，他们在想到说啊，糟糕，忘了帮这个老妇人带石头回来，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哦。他们就看看附近，哎，那边地上有一块这个黑色的小石头，所以就把它捡起来了。然后呢，还不让那个老妇人看到，然后用这个哈达包起来，就把这个小石头呢就放到他们的这个袋子里面，然后就到老妇人的家里。他们也很礼貌，就问候老妇人，最近身体好吗？等等等等。但老妇人才等不及这些哦。总之就很急着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是不是有把这个石头带回来啊？”所以他们就说：“啊，是的，是我们有带回来哦，而且很辛苦的带回来，而且真的是从那个圣山的这个殊胜的山前带回来的。”然后就把他们刚刚随地捡的那个黑色小石头就给了那个老妇人。其实这样的故事是现在还有的哦，现在很多老妇人真的有这种虔诚的信心的，所以他的就是这老妇人，总之故事中老妇人就相信哦，这块黑色的石头是具有加持力的，所以总之呢，就放在这个供台上，然后总之呢而且用这个丝绸把它供的包好，他总之每天呢就向这个石头供水啊、供灯等等。然后而且早晚呢都会顶礼这个石头100次。后来呢，一段时间之后，真的从这个石头里面啊，竟然显现出非常清晰的这个立体的这个金刚亥母的一个显象。哦，老妇人看到之后呢，信心就更加的这个增长，啊，她的祈请就变得更加的热烈。结果呢，竟然从这个石头还出生了很多的舍利子。据说后来这位老妇人她这个往生的时候，就有很多各种殊胜的征兆，她就直接往生到空行净土。所以信心真的是很重要的，而且呢，我们说信心是要非常坚定的、跟纯净的、清澈的信心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信心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说很多人学佛之后，像有遇到很多假的上师或不具格的上师的这样的情况。有时候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哦，是因为弟子自身缺乏了清净的动机和修持正法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这种决心，缺乏了这个决心。所以，噶玛巴杜松前巴就曾经说过，上师是弟子的一面镜子。所以，当一个人的心中，像当弟子的心中有怎么样的愿望和追求的时候，他就可能遇到那样子相应的上师。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很执着外表，一定要好看，一定要帅气，或者一定要庄严漂亮，要很气派的上师，那么他可能会找到的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很庄严漂亮、气派的上师。如果有的人总是想要找一个很关注自己的人，而且是一个很会迎合他人的人，那么他也可能找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总是会给予他关注的，会迎合他的一位上师。举例来说，像密勒日巴好了，这位大师，
他就是因为自己前半生哦，因为释放了这个黑法，他杀害了很多的人，所以他就想完了，我死定了，就是我死后一定就是下地狱了。所以他那时候的下定决心，他唯一的希望能够拯救他的，就是他要找到一位能够教导他今生成佛法门的上师。当然，这是一个蛮极端的例子哦，有这样的例子的人应该不多，有伤害过人、杀死过人的。但无论如何，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的那个动机，还有尤其在寻找上师的这种纯净的正确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有了纯净的动机哦，找到好的上师的几率就会大大的提高。如果没有纯净的一个动机和真诚你想要修行解脱的心的话，就算遇到很优秀的上师，也不会太有益处的。举例来说，如果现在你在街上，或者说你在现在的很多地方，你如果有一天遇到了蒂洛巴、那洛巴或马尔巴大师，如果他们还在世的话，我们可能不但不会把他们看为善知识，反而会把他们觉得是这种恶行的人哦，因为他们的行为举止太怪异了，搞不好还会报警，搞不好会提告，或者是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精神病院。那么就像现在藏地呢，也因为这个网络嘛，所以很多人也开始去谩骂这个上师，或批评很多的上师。所以我在想，如果现在蒂洛巴、那洛巴这样的大师还在世的话哦，那可能他们的情况也会很辛苦。所以我觉得回到我们自身哦，身为这个弟子的时候的信心，还有真正想要求法修行解脱的这个动机要很强烈，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